大家好，我係志航弟兄，今日繼續同大家討論親密關係中嘅憤怒。第三講，處理憤怒背後嘅思想或者信念。自動嚟嘅思想呢，係人人都有嘅，佢有啲特性嘅，就好多時候都會相信嘅。而呢啲思想呢，係源於我哋過去嘅經驗嘅，所以同我哋個習慣嘅想法係好相符嘅。但係呢啲思想唔係與生俱來嘅。呢啲思想咧可以係完全虛假，可以係部分真實，亦都可以係完全真實。所以你可以咧話咧0至到100%咧，有幾多成係真實都得。呢啲思想可以用咧認知治療嘅技巧咧去改變嘅。當我哋憤怒嘅時候，我哋好多時咧要求對方或者自己咧去履行一啲道德嘅責任，實踐一啲嘅要求。譬如話你必須要咁嚇，你唔應該咁，或者你應該咁。我一定要咁樣嚇，或者你唔應該咁啊，應該咁。你唔要咁樣，或者我要咁樣。你冇權，我有權。呢個唔公平，唔合理。其實憤怒背後咧都有好多負面嘅信念嘅啊。呢啲咧通常咧都係譬如話你唔錫我啊，唔重視我啊，唔體諒我，唔尊重我啊，你否定我啊，睇死我啊，唔欣賞我啊，踐踏我啊。其實好多咧都係一啲成見嚟嘅，對方嘅成見。同埋咧好多時憤怒嘅時候，我哋會相信自己嘅處理係合意嘅嚇，因為對方係故意嘅，係有責任㗎。我要討回公道，呢個係應該我有嘅權利。你抵死，你咎由自取，或者我發嬲咧係替天行道。憤怒咧好多時咧都有啲批准自己行動嘅思想㗎。我要對付你，甚至先發制人，要教訓你、報復你。其實呢啲情緒同埋自動思想點樣自我加強呢？當我哋將原本嘅諗法諗完又諗，諗完又諗，又覺得自己係啱有道理嘅話咧，我哋會越諗越嬲嚇，越諗越覺得自己啱晒，係跳唔出本身嘅諗法嘅嚇。除非你刻意嘅去停止，如果唔係咧，我哋冇辦法制止呢個即時嘅反應，亦更加唔可以諗咧有深思熟慮嘅回應。喺憤怒嘅情緒之下咧，我哋都唔能夠客觀、理性或者中肯，無論係去對自己又好，對對方又好咧，評道理咧，其實都係唔客觀嘅。仲要留意一樣嘢咧，憤怒咧好多時係外表嘅情緒嚟嘅啫，背後咧仲有一大堆唔同嘅情緒嘅，譬如話恐懼啊、憂慮啊、受傷啊、傷心啊、難過啊、抑鬱啊、委屈冤屈啊、羞恥啊、內疚啊、啲丟臉、卑微啊，覺得被侵犯、被侮辱啊、沮喪啊咁樣，所以唔好淨係睇表面嘅憤怒。呢個就好似咧，憤怒就係喺冒上嚟嘅冰山，但係咧喺呢個水面上面嘅冰山，水底下邊咧仲有一大堆嘢嘅，嗰啲係可能唔同嘅情緒嚟嘅。親密關係好多時都係咁，所以我哋要挖掘咧憤怒背後咧嗰啲真正嘅需求，了解呢啲需求咧可以幫我哋解決問題嘅。譬如一啲未滿足嘅需求即期望啦，希望被尊重啦、被聆聽啦、被支持啦、被理解啦，或者啲恐懼不安啦，擔心咧失去聯繫或者被忽視啦，或者咧挑起一啲歷史嘅創傷啦，過去創傷嘅經驗咧同今次好相似啦，我哋叫呢個個人心理按鈕啦，或者個人嘅邊界被跨越啦，或者有權力鬥爭啦，或者咧父母嘅時候係爭取兒女嘅歡心啦，甚至爭取兒女嘅控制權啦。點樣發掘呢啲真正嘅需求咧？會當你憤怒嘅時候，可以問自己：我其實真正最在意嘅係乜嘢咧？有咩觸發我嘅情緒咧？我真正感受傷嘅係乜嘢咧？我怕啲乜嘢咧？我會唔會擔心失去啲乜嘢咧？其實我希望得到啲乜嘢需求係冇得到嘅咧？如果我哋留意咧，人際關係嘅互動咧，就要知道其實咧
好多時咧責任都喺雙方嘅，喺呢個互動當中，我都有一份嘅角色去造成呢個局面。譬如舉例，當關係末日四騎士出現嘅時候咧，其實一般嚟講咧，兩個人咧都有出現四騎士嘅其中一個或者兩個啦。咁呢個咧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啦。因為一個巴掌咧就拍唔響嘅，所以我哋都要諗諗嗰幅大圖畫，唔好淨係聚焦於嗰一件事啦。不然呢個變咗做一個叫做隧道裏邊嘅視野。點樣睇大圖畫咧？諗下一個月之後、一年之後，呢件事係咪仲咁重要咧？平時我哋同對方嘅關係點樣咧？對方一向係咪對我好嘅咧？如果係嘅，列舉一啲證據同例子寫低佢。如果我發泄憤怒嘅話，長遠嚟講有咩不良嘅後果嘅咧？亦都寫低一啲後果。學習接受以下嘅情況，其實我係無法控制別人或者個世界嘅。世界咧，亦都冇可能有完全嘅公平或者公義。接落世上咧，係冇完美嘅人，對方唔完美，我自己都唔完美。其實人人都會犯錯。憤怒嘅情緒雖然呢一刻係好強，但係隨住時間咧，同埋適當嘅舒緩嘅話咧，情緒係可以大大減退嘅。亦都要學習接受咧，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道德標準。我認為應該理所當然嘅事咧，別人唔係一定同意嘅，亦都未必會遵守嘅。大家嘅成長唔同咧，有唔同嘅規矩嘅。倒不如我就話，我希望我寧願想咁樣我願望係咁樣。如果你願意嘅話，如果可以嘅話咧，請你乜乜乜。如果有人幫我手，就實在太好啦，我會好開心、好感激嘅。其實你講俾對方聽下，不過冇講佢嘅名啫。處理憤怒背後嘅思想，第一點講咗啦。第二點咧就係唔好樣樣都係當係災難。其實好多咧，只不過係啲唔好啦嘅事情，或者麻煩，或者有少少厭惡嘅事情啫。同埋咧，就唔好去批評人嘅人格，淨係討論一件事件，單一嘅事件，就唔係嗰個人睇上嚟嗰個格都好衰嘅咁樣。就可以將咧發怒嘅能量咧轉做解決問題，就唔好令到個關係內耗。呢啲係有關憤怒嘅其他影片，多謝大家。